听到30岁自己担心的问题就睁眼现在变。Q1，陷入存款焦虑但无变局的办法。 OK， 好像确实没有很大的存款焦虑，感觉就是够自己花就行了。是没存款还是没焦虑啊？没有焦虑，可是也没有什么存款。Q2，社交圈缩小，没有遇到能交心的新朋友。两个都真很遥远。我好像是自从就是大学之后就没有遇到新的朋友。这里你那些朋友都是大学之前认识的，对对。我有一个吧，也算是有一个。哦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之后认识的，可是也离现在很久了，就也起码有6-7年了。是为什么没有交新朋友呢？就感觉可能是年纪大了之后，就很少遇到那些就是很称心意的，或者我有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幼稚啊，有时候就觉得谈不来那种。你呢？幼稚是指什么方面呢？就他们的处事方式吧，或者说有时候的一些，有没有一些特例，就是处事方面的特例呢？没有。这就是我没有很具体的那种例子，我基本上都是感觉聊不来，然后我就没有继续下去了。那你呢？你遇到了交心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工作认识的呀。然后你工作认识之后，你们是怎么熟络起来的？就你怎么去交一个工作上面的新朋友？他住我隔壁啊，就是因为他第一份工作就是跟我做同事嘛，然后就是初代同事的感情就会好一些。我也是和我初代同事，而且也是因为他当时也是刚毕业嘛，大家的关系还是跟学生那种比较类似。我也是初代朋友，就初代同事的時候也是有認識新朋友，玩到現在吧。這個就係有嘅。有啊，這都話係6-7年前嘅咯，都係，就是最近沒有了，最近沒有，都是6-7年前，起碼要追溯到。你咁多朋友，好似講到你冇咁啫。冇啊，我冇你咁多朋友，我係 I 人嚟㗎。我信你個鬼我！因為我坐我隔離，我係被迫跟他說話，我才認識他的。哦，你被逼嘅。你肯定啦，跟住坐我隔離，我唔同佢講嘢啊。對啊，我都係坐我隔離啫嘛。Q3，心裡面藏着熱愛和夢想，卻被現實一再擱置。真有啊！就是其實沒有離職之前，我就很想去新疆，但是就是一直擱置了很多年。然後我也是最近才圓夢了，因為我是那種怎麼說呢？我是想到什麼地步，就是看見別人發朋友圈，然後我會覺得很虧待自己，然後就半夜在那裡寫小作文，就安慰自己說，哦，你這麼大了，然後還沒有去看過世界什麼的那種，就覺得很愧對自己，對自己很好的一個人，我是。我是原來是有一個夢想是要當旅遊博主的，但是我去做2次旅遊景點的推廣之後，我就覺得大家一定要避雷這個行業，幹一行恨一行。恨一行，對。Q4，習慣優先滿足所有人的期待，委屈忽略自己。為什麼沒有呢？就是對自己很好哦。就我所有的一切的前提都是先滿足自己的願望什麼的，就我錢也是先供自己花，然後願望也是先實現自己的。我是原來是有這個傾向的，對這幾年被人欺負多了之後，我感覺自己老是受傷，然後就多考慮了自己感受多一些。Q5，熬1次夜要好幾天才能緩過來，皮膚狀態不穩定。我是覺得有的，我也是覺得有的。以前熬夜的話，第2天還是覺得生龍活虎的，而且現在的皮膚，而且我是看了很多次醫生，我才知道原來我的痘痘要吃夠藥才不會復發，我是最近才知道這件事的，我已經吃了很多次藥了。就是呢，我以前的皮膚是會經常長痘痘的，但是可能就是快到30歲了嘛，青春期也過了，就是青春痘也少了很多，就感覺皮膚其實現在還會好一些，但是會多了一些，就是眼下面會多了一些斑點。對，也會覺得就是開始長法令紋啊什麼的。我現在就是到了這個年紀的話，以前可能就是少吃2頓的話，我的體重就會有所下降，但是我現在是少吃2頓加上運動，我都瘦不下來了。
我是觉得就是睡觉可能没有以前就是那么倒下就睡，现在会有时候会有点失眠。不是、啊，你原来就很晚睡啊。没有，就是你自己熬夜和现在被迫熬夜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。就以前你是自己想玩手机玩到睡不着，然后你现在是因为睡不着而玩手机。我现在工作久了之后，我是连这些颈椎的地方都会觉得很疼痛。对你也有啊？有，我是我之前我不是颈椎，我是去游泳的时候，我居然会拉伤那个大腿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状况过的，而且我腰很容易痛，就是其实我之前，一直都腰方面有一点腰肌劳损，就以前田径啊、游泳啊，就是运动多了之后的一些运动劳损嘛，然后可能年纪到了之后就开始显现出来，就开始坐的久啊，或者说坐班时间长，或者说站的时间久的时候，腰就会痛的。Q6不断被家人催促婚恋。只能说之前是有催促过，不过好像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家里人就不怎么催婚了。经历了什么？就是有一段时间家里人经常叫我去相亲，然后相多了之后，就反而没有再让我去了。哦，我是在很久以前有对象的时候会被催促，后面就没有什么人理我了，已经。我也是，就是我妈已经看淡了，就觉得对，就可能就这样了，对。Q7不想将就结婚，但又怕一直遇不到同频的人。就是我其实是想遇到一个同频的人，但是目前没有结婚的想法。就我想谈恋爱，不想结婚。可能我会更注重那种精神世界的共鸣吧。这例如呢？就比如说对，就比如说我会想我们想去做的同一件事是不是一样的？就比如说约会的行程吧，就比如说我会想去做那种手作，然后你觉得有男生会喜欢做手工吗？没有吗？比如说那个男生跟你去做饼干这样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好玩？真的很好玩吗？对啊，你会觉得很好玩。或者他不想去做，可是他会愿意陪我去做了，这感动到。对，就是你不想结婚的原因，就是你之前遇到的人都不是同频的。就是遇到的人当下是同频的，后面分手的时候是不同频的，就时间的把时间冲刷的。Q8同龄人结婚生子会对比并陷入内耗吗？没有。那是为什么没有内耗？身边没有什么人结婚。我也是，我身边都是单身的比较多。我伴娘都只做过一次。Q9曾经对未来满怀期待，但慢慢不敢再抱有过高幻想。你有冇乜啊？我有种想争但是又不想争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我其实还是有期待的，但是我不会对未来没有过高的期待，我还是有很高的期待。我还是想要去环游世界的。就是你的对所有的未来所有的梦想都是环游世界，都是玩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不是玩吗？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世界和平。卡啊！好難剪噶，你咁樣，你講佢咁樣，其實我這樣，咁我到時候點剪啊？你咁多口氣，我知，等我諗下，你可以諗，但係你唔好咁樣咁多口氣斷斷續續，我剪唔到咁多嘢。